阿只说话，罗哈是木那嘛，舌头子得比马个啷哦，天口里的头子头，这啥子瓜？做啥子个巴拉嘛？是你的马鞍呀，你话嘛多做呢？我啥呢？哈连不马鞍呢？这块嘛特色，你话的嘛是你子，高龄爱米，你话咱家嘛多做的，也连你话，现啥苦那嘛，你记住谁个啷哦？莫挂头我头是提子瓜，高龄爱米努那瓜，下撇个意思，阿只对呀，嘎吃点子，嘎吃你瓜比提子路，莫挂挂点子是，也话的大家，努米的你努说呀，努那瓜，嘎吃嘛么子。这嘎比码头啥子地图出子瓜，你话呀你无意，也话的他就，阿六边呀，你话无啥一直钱呀。你话的出几时大家啷哦？一年你话的马路皮别个喽，一啥呀头我处理头这些子瓜，你的多比些嘛，每个阿里的生命，你的哪里子嘛巴拉，你的历史阿只的你破个巴啷哦，对嘛呀，我啥就巴不么嘛离忘哦，也话呀，离个嘛就嘛。莫个多啦子哦，去嘛呀？我上我别去我别别咯，多几头个，这里头这啥子怪比这里吃瓜，我的木西里，把些不的他就你有里的，年年你话呀，我啥里就叫拉嘛的木王哦，一直拉手的呀，年年个不你话在嘛么？我啥里你话不有？都讲哦，你话呀，是里比点车路别个咯，莫挂头啥子日头是这瓜，你呀我偏年个我咯，你下面想嘛挂比你另外的下讲哦，你就讲嘛莫挂里，我的就啥子哦，我就头你吃头你吃瓜，我里我就去跟我比。他别乌萨的路呢，也连诺的一家人哦。那可罗萨只的个项目，比如要么写投资挂边，还是玩的嘞，而且是花花。